點樣去計呢一類型 factorize 3個 terms？我用計數機去撳咧，好簡單嘅。首先咧，計數機撳咩咧？撳 formula。formula number 幾咧？01。咁跟住咧，撳錯咗添，我撳快咗一步。我撳翻走先，因為 error 㗎，咁我再重新撳一次啊。formula， sorry 啊 ，AC formula 01。佢第一個問 A 填乜嘢咧？第一樣嘢你必須要將 factorize 呢個嘢跟呢個次序排好嘅，得唔得？你可以跟 x 或者跟 y 求其跟一樣。我哋呢度跟 x 2次 xy， 然之後 y 2次，用呢個方法排好。排唔好計唔到。先排好，排好嘅話順序撳。第一個撳乜嘢咧？4。第二個撳乜嘢咧？12。第三個撳27，不過留意翻正負號，如果係減數要撳負數，負27撳完。好，第一個答案1.5，唔好理。首先我哋喺做任何嘢之前，先寫兩個括號。由於佢呢度我哋係咪預計一個 x 一個 y， 一個 x 一個 y， 咁純粹填字遊戲嚟嘅啫。點填？第一樣嘢1.5填唔到嘅，變乜嘢？變分數。但係我哋就咁變分數咧，咁呢一個分數咧，佢會出乜嘢咧？大分數嘅。我哋要嘅係假分數，撳 shift 分數就會出假分數。係咪3同2？留意3擺後邊 ，x 擺即係2擺前面，係咁做嘅啫。呢個係正數定負數？正數，咁我哋就會將個減號擺喺度，正數就擺減號。所有嘢逆轉㗎，調轉㗎，前後調轉，正負調轉。好，負4.5我第二個後邊括號，首先將佢變翻做假分數。第一樣嘢9擺後邊，2擺前面，負數變加數，搞掂做完係咁多，就係咁樣啫，冇難度。